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字。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这一字，咱生活中同款常常讲会到，这个就是录。录音的录，一般咱拢是读俗读，读做录，录音的录，读做录，这就是抄写记录的意思。像较早记数，咱讲是录数；若记数的簿仔，咱讲是录数簿；记录做一条，咱讲录几条。古早若是考著秀才进士，伫咧名单内，讲是录秀才、录进士。另外，这个白音摕做录，带大家做伙来绍介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记录，也就是讲记哩册哩簿仔里写落来，某人写是死字边，读做记录。第二个词，咱读做录音，就是用机器设备把声音收落来。这台机器咱讲是录音机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把这两个词佮做伙。譬如讲，这个学生上课足认真，甲老师讲的拢录音录落来，回去豆豆仔听，煞来整理伫咧簿仔，甲重要的内容拢记录落来。今仔日绍介这一字录，一般咱俗读读做录，若白音读做录，提供予大家参考。